新竹县新罗国小的学生利用3D 列印技术，做出会当自动爬虾的机器。这项发明也摕到2023世界青少年发明奖的奖项。拍开开关，将虾仔放入去机器内底，免2秒钟的时间，虾壳就爬甲清气溜溜。这个四角形细细台仔的机器，来自新竹新湖国小6年学生的创意。 而且佫摕到世界发明灯的奖项。上面有打马达，然后它就会开始往这边转，然后就会推动虾子往里面进去。然后因为虾子上的背部会卡到这边的刀片，然后就会在虾壳上面画出一条裂缝，然后进而达到剥虾的目的。当初是因为家己频繁爬虾仔，佮加上想到新种者，若是想要食虾仔，应该真无方便爬壳。 在老师的协助之下，设计出这台自动爬虾壳的机器。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剥虾，所以然后再看到很多残障人士就没办法剥虾，然后想说做这个东西，就是可以帮助很多人。我们就有先用很多的就是创意发想的方式，去让小朋友去发想生活中哪里有不方便的事情。不过，其实设计过程中经过几啊摆的失败，真无简单则完成。学生靠创意结合科技，互生活更加方便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